一、二、三、四，成功无进度，嘛无顶天的倒退，一步搁一步，看泪惨烈滴，万丈高楼可地基，地地看呀白里，脚踏实地毋捌白旗。我亲像一支穿昆子，满北向心甲种子。太风滚一声雷，扬动天地迄一日。我有冲天的志气，拼出头顶一片天，功成名就伴相随。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呢，是杨哲先生的唱歌啊，成功的志气，成功的志气。这首歌是这个月呢9月18号才首播，哇，噶当也未不到半个月嘞哈，哎，那个小滚滚的，然后这个正抢新鲜的好不好？好，来给介绍给大家这首杨哲的新歌，作词是蔡湘怡，作曲呢是一凡。来，我们看一下左上角，E 等于 A 降啊，就是 A 降是什么意思呢？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钢琴表了，钢琴表 A， 我们先找到 A 在哪里啊？在这里 A 这个音呢，我们要唱什么？要唱拉，固定的唱名法，固定的拿来唱拉啊。如果激动呢，那激动的当然要看你什么调就唱什么音。A 的这个音呢，再降一个 key， 降 A 嘛，对不对？降 A 就在这里。所以有同学问我说，老师 A 降一个 key 是不是降到嗦？不是 ，A 跟这个拉跟嗦的中间有黑键，对。那既然有黑键，我们就要先降到这个黑键，所以拉降 A 降 A 在这里。那这个黑键呢？比照上呢，它比拉还要低，对不对？因为比拉降了一个 key， 所以它叫降 A 啊，它叫拉嘛，就降拉，就是降 A。但是它又比5还要高啊，介于5跟6的中间 ，G 跟 A 的中间，所以它就叫升 G， 或者你叫它升5啊，升5啊，对，所以就是这个音啊，这个你看钢琴呢，不是每个地方都3个黑键，你看这里只有2个黑键。从 C 过来，这里只有2个黑键啊，到了咪跟发中间没有黑键，再过来发过来呢又3个黑键。那我们这首歌就是3个黑键的中间这个键弹下去要唱什么？要唱哆啊，要唱哆。那同学问我说，老师，那哆那哆如果那哆那它的 C 在哪里啊？它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它的 C 在哪里？同学看一下这里。哆跟西的中间的固定唱名法的这个哆跟西的中间有没有黑键？没有，所以哆呢降一个 key 就是西。哦，我知道了，所以我们这首歌降 A 大调，所以降 A 这个音要唱哆，那它的 C 就在 G 这个音，对，好棒哦哈，一说就通，一个讲都听有哦，你就厉害。安尼咱每一次就介绍一点，慢慢大家就会看这个表，就会数啊升降 key 的哈。来，我们回到歌谱上来，大家来看一下，大家来看一下来，这首歌呢成功的机器，除了这个 E 等于降 A 啊，这个 E 这个就是这首歌是降 A 大调之外，我们往右边看是4/4啊。同学问我说4/4写的冲下，不是啦，数学的讲法才念4/4。我们在音乐的领域当中要说这些4/4拍子，而且老师很坚持，请从上面念下来。为什么？因为上面的跟下面的注明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上面这个4是表示数量，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下面呢，下面这个表示它是什么音符啊？它是4分音符，要当做1拍所以呢，上面跟下面表示的不一样，所以请要记住，上面是什么？是数量。上面数量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比如说我们看跨谱是2一拍，一条线各1拍，1、2、3，加呢慢灯呢哆半拍，瑞半拍，1、2、3、4，果然是4拍哈。来，再过来呢，也有同学问我，老师这个黑黑的豆豆什么意思啊？等于78是什么意思？这个黑色的豆豆就是下面的这个4拍子的下面这个4，它就是一个4分音符。
啊，五线谱上面它就是一个四分音符，等于78是告诉我们1分钟我们要唱78拍。啊，我用我的这个运动手表呢，1分钟测量我的这个脉搏呢，大概74、75。换句话说，比我的脉搏很接近。对了哈，就是这样。好，这首歌原唱是杨泽先生啊，在9月18日呢才首播的新歌。来，我们来唱一下。来，这里呢，嗦嗦嗦咪嗦咪嗦啦哆哆嗦啦，一起来，嗦嗦嗦咪嗦。成功有附点，成功的成有附点，请注意，嗦嗦嗦咪嗦，有发现吗？第一个嗦比较长，对不对？嗦嗦嗦咪嗦咪嗦啦哆哆嗦啦啦哆，丁天也是登天的登比较长，咪嗦啦哆哆嗦啦，成功无进度。嘛无定天的楼梯来，成功无进度，嘛无定天的楼梯。来，接下去呢，第4拍呢，前半拍休息，后半拍呢是一个嗦来，嗦啦哆啦啦，嗦啦啦啦嗦啦哆瑞咪瑞2、3。嗦啦啦啦嗦啦哆瑞咪瑞2、3，一步搁一步赶泪参咧地啊，汗泪呢一起滴下来了哈。有这个很辛苦，对不对哈？人生啊，这个要成功哪有轻松的啊？当然是哈，汗和泪掺着一起来哦，这流汗又流泪了。来。嗦啦啦啦嗦啦哆瑞咪瑞2、3，一步搁一步赶泪参咧第2、3，一步搁一步赶泪参咧第。哆瑞咪嗦嗦咪瑞咪，哆瑞哆瑞哆啦嗦嗦，哆瑞咪嗦嗦咪瑞咪，停，哆瑞哆瑞哆啦嗦嗦。万灯高楼靠地基，地有2个音啊，但是加起来才半拍尔哈，而且高楼的高呢有附点哦，万灯高楼靠地基，高较长有无哈？啊，这个楼就较短哦，来地地。较像白字，这个底地的地呢，嘛是有附点，嘛是所以嘛爱较长啦哈。底地较像白字，你的基础好呢，比你的八字好还要重要了哈。它是这个歌词是这个意思。万丈高楼呢，哈，靠地基啊，靠这个地基呢要稳固啊。底地就是这个基础哈，较像白字啊，你的基础做得好呢，盖起房子来呢哈，就会牢固来啊。万灯高，万灯高，楼靠地基，地地较像白字再一次。万灯高，楼靠地基，地地较像白字，咪瑞嗦啦嗦，瑞咪瑞哆哆2，咪瑞嗦啦嗦，瑞咪瑞哆哆2，停啊！来，他唱念什么呢？卡达是的，捌袂记啊！我们这个一本初衷就是要脚踏实地的去经营你的生活哈，经营你的事业了哈。卡达是的，捌袂记来，卡达是的，捌袂记2，卡达是的，捌袂记2，停，好，唱到这边呢，主歌就唱完了，来。我们从头来把主歌连起来唱，来1、2、3、4，成功无进度，嘛无定天的楼梯，一步搁一步赶泪参咧滴，万灯高楼靠地基，地地较呀白里，卡达西的捌袂记2，哆瑞咪。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副歌了，对不对？来，副歌呢，第3拍1、2，前面的不会记的记，第1拍2拍，第3拍的后半拍才要下歌来。1、
二，哆来咪嗦嗦嗦嗦啦嗦，咪瑞哆瑞哆啦嗦嗦，再一次来，哆来咪嗦嗦嗦嗦啦嗦，咪瑞哆瑞哆啦嗦嗦。哎，我们来看一下，我亲像一支传魂箭，我呢后半拍，我亲像一支传魂箭，再搁一摆来。我亲像一支传魂箭，咪瑞哆瑞哆啦嗦嗦，哆瑞有附点，这个满北向心英雄哦，加壮志，满北向心加壮志啊，这个雄呢，英雄的雄呢有附点，满北向心加壮志，咪瑞哆瑞哆啦嗦嗦。满北向心加壮志，好，从前面来，一、二，我亲像一支传魂箭，满北向心加壮志，嗦啦哆来咪嗦，咪瑞哆来咪哆来。嗦啦哆来咪嗦，咪瑞哆来咪哆来，太风魂单太哦，单太太风魂一声雷，惊响动天地，迄一日就是那一天呐、那一日，太风魂一声雷，响动天地，迄一日。太风魂一声雷，有转音，请带进来。嗦啦哆来咪嗦，太风魂一声雷，响动天地一日，咪瑞哆瑞咪哆瑞，响动天地一日。哎，接下去来，咪瑞哆哆哆瑞哆啦啦，咪瑞哆哆哆瑞哆啦哒，我有转音带进来，我有冲天的志气，我有冲天的志气，都这个是拉。低中音的拉，然后再来呢，高音的哆，哆啦嗦啦嗦嗦咪瑞咪，哦，这个拉是低的，这个嗦呢要这个也是低，也是中音的啊，然后嗦到拉嗦要跳高9度，你看嗦到嗦就8度了嘛，啊，再增加6，是不是？再增加嗦到拉，是不是要增加1度？对，所以这里嗦到拉嗦要再调高9度来了。哆啦嗦啦嗦嗦咪瑞咪，这个哆啦嗦啦嗦，这边呢拉这个音已经是这首歌最高的地方，所以请大家务必核心 hold 住，肚子要用力啊，像我们练花声练习叫乌鸦这样，肚子要盯一下，嘴巴张大啊，嘴巴张大啊，往楼上，我头上去，哆啦嗦啦嗦嗦咪瑞咪，哆啦嗦啦嗦嗦咪瑞咪。来我有冲天的志气来，我有冲天的志气，拼出头顶一片天。搁一摆来，我有冲天的志气，拼出头顶一片天。瑞哆瑞，瑞咪瑞，哆瑞咪嗦2、3。瑞哆瑞，瑞咪瑞，哆瑞咪嗦2、3。功成名就啊，功成名就啊，伴相随啊，功成名就啊，伴相随，相亲相爱有没有？伴相随来，伴相随来，功成功成，这里我自己加了一个转音呐、功成名就啊，伴相随，功成名就啊，伴相随2、3。咪嗦啦嗦啦嗦咪咪，咪嗦啦嗦啦嗦咪咪，惊考验无胆志啊，这个胆呢哈，这个胆寒有没有哈？这个心惊胆寒有没有胆啊？这个当然你若读妲己啊妲己这是白音，读这个杨哲先生读的是胆啊，胆寒胆己，这个无胆己，这个是文音文言文的哦，来。
咪嗦啦嗦啦嗦咪咪，唔惊考验无，请把转音带进来了。唔惊考验无胆志，唔惊考验无胆志。好，来，接下来这个心坚定拉更体，这个心呢是后半拍，瑞哆瑞咪哆啦啦，瑞哆瑞咪哆啦啦，心空一口啊，请要闭口来，心坚定拉更体，心坚定拉更体。哎，有些同学是新进的才加入才订阅我们这个频道，可能不清楚哈，所以岳云老师在这里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既要喜外台语歌啊，我教唱的台语歌曲呢哈的歌谱，这个空音口话的这个字就是一个闭口音。你看我在这个惊的脚底下写了一个红色的闭，有没有啊？这是个闭口音。惊，大家一起念一下。惊，哎，要闭口。这个心坚定，哎，你如果没有闭，那心坚定，新的。啊，就不是旧的啊，这个就变成国语的这个新的就不对了，然后新的古诶唔对啊，心要闭口了，心坚定啦更替，哎，两句一起连起来，来，一、二、三，唔惊考验无胆志。心坚定啦更替，瑞哆瑞咪哆啦啦，心坚定啦更替。这个诺钢铁这个弱，这个有转音瑞要带进来，对不对？来，最后一句来，瑞咪嗦咪瑞咪瑞哆哆，瑞咪嗦咪瑞咪瑞哆哆。哎，我们看歌词，成功是奋斗的意义啊，成功是奋斗的意义啊，成功是奋斗的意义意义，所以这个意义的义呢，要读几个音？哎，要咪瑞哆有3个音哦，来，成功是奋斗的意义，各一摆。成功是奋斗的意义，3、4，好，唱到这边呢，这个是高帽子一啊，隔壁呢高帽也是高帽子一啊，我们看到一个像么一样的框框。脚底下呢啊，这个左上角写1、3啊，这个意义就是第1遍、第3遍，高帽子1、高帽子3都要唱这个小节啊。那这个是第20小节，那第21小节呢，只有高帽子1，只有第1遍的时候有这个，他怎样？他要间奏8小节，然后呢，接下来要反复从哪里？又从头。好，然后继续又唱呢，又唱到新恭喜混倒隔壁这个第20小节没有高帽子2，对不对？高帽子2在哪里？在底下。新恭喜混倒1、2、3、4，接着隔壁也是高帽子2，来，我们的曲式歌曲的进行式呢，继续往下面跑，停，我亲像一个传魂机，这里有一个符号 S 斜线啊，这是谁扭呢？谁扭这个符号有个特性，我们在歌曲的后方呢，后面呢哈，在后段呢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要回头去找它的另一个这个符号在哪里，在这里。在副歌的头顶上有没有哦？所以我们就知道第2遍呢，新恭喜混到的意义啊，有这一个小节有4拍，然后后面呢哈，接下来停，我亲像马上接副歌，又唱到心坚定哪更体，成功是奋斗的意义，1、2、3、4 FINE， 安尼这首歌2遍半就唱完了。各位好朋友，拄则已经一字一句甲大家介绍这首歌的头1遍啊，咱即马呢来唱伊的第2遍啊，安尼都咱来假设这个间奏8小节已经过完啦，然后咱如果按头前唱有无？成功无进度来1、2、3、4，大家做伙来1、2、3、4，成功无进度，马步顶天的楼梯，一步搁一步，赶累惨烈地。
万丈高楼可地基，地地卡呀白里，卡达是地毋捌白记儿。我亲像一支传魂枝，满北向心甲种子。太黄昏一声雷，扬动天地一日。我有冲天的志气，拼出头顶一片天，功成名就伴相随。毋惊苦咸无担子，心坚定那光天，成功是奋斗的意义，三四零停。我亲像一支传魂枝，满北向心甲种子。太黄昏一声雷，扬动天地一日。我有冲天的志气，拼出头顶一片天，功成名就伴相随。毋惊苦咸无担子，心坚定那光天，成功是奋斗的意义。三四停。哎，唱到这里呢，这首歌2遍半就唱完了。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杨哲最新的首播的歌曲，9月18号在首播的歌曲《星光的机器》。好，真好听哈！欢迎大家来去 YouTube 频道，甲岳云老师订阅、按赞来去听杨哲先生的这个 MV 再搁转来学这首歌就更加有迄个感觉感觉这首歌咧更加好听。歹势啦伊是男生，伊是查甫声我是查某声，唱了无杨哲先生遐尼好听，真歹势大家会使来去听杨哲先生的 MV， 结果转来学这首歌。这个大家会支持都是我这个频道呢会搁再继续制作这个影片教唱的影片的这个动力啦欢迎大家给我订阅。按赞唔通袂记的，爱个小铃铛打开系统若是有这个新的影片的上架的时阵呢系统就会自动的通知你那这个如果大家呢行有余力呢，欢迎大家伫影片的下方呢有迄个特别感谢的地方呢给我点一下给岳云老师赞助感谢你咱这首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